一道一道淡市南区眷村才有的美食甲年会拢一一呈现。不管是过去民德里办公处伫水沟社所举办的年会大家，或者是新生里办公处伫市里棒球场边所举办的年会大家，即摆市府民政局甲南区公所特别甲因串联扩大行销，每一道菜拢是满满眷村的记忆甲情感。眷村的都蛮经典的啦，那排队的就是一般的排队的大部分都是杨家的狮头，因为它的比较特殊，因为狮头一般我们都是里面包的是鼻鸡，那现在环境改变以后，年轻人吃的里面就没有在吃，这口味都很多，那现在我们包的就是爆米花。别的联货大街不一样的，就是我们明德社区的安菇粿，阿嬷的安菇粿，为什么要推荐它？因为这个是阿嬷很辛苦去做的一个面团，然后很真材实料。伫幼儿园小朋友高水的舞蹈甲表演的热情带动，市长委贴甲侪民代贵宾拢到场参与，用实地试食来按赞到推荐，邀请大家到时做伙来现场采买年会，感受眷村的人情味甲无同款的过年气氛。年货大街可以说是开枝散叶，变成了台南市这个美食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环那无可替代的一环。那所以谢谢我们各个眷村的各位好朋友，能够保存眷村文化，其中有很多的好的文化，包括我们眷村的美食都保留下来。眷村的年货事实上它还是有年的一个气氛所在啦，所以今年我们一样再一次把就是这些眷村美食聚集在一起，在棒球场也好，在水交社也好，我们同时办了2场的眷村年货大街，希望各位好朋友一定要来办年货哦。台南眷村年会大街将伫1月16號到1月20日，伫台南市立棒球場邊登場。接續水溝社文化季甲眷村年會大街，嘛將對1月24到1月26伫水溝社眷村文化園區精彩呈現，千萬唔通錯過。台南新聞管子採訪報道。